咁但係仲有好多呢，就係報咗出嚟，可能同真正實力有啲唔同嘅運動員喺度，包括泰國選手啦。睇到啦，呢位金東鎮。我哋留意下5、6、7線咯，而家係嘛？第5線就係尼泊爾拉拿，咁啊報稱係10秒24，咁啊羅斯里10秒18添，馬來西亞嘅，跟住第7線韓國選手金東鎮都10秒4幾嘅。彈得好高喎，拉牛少咁好似。馬爾代夫選手。好，起步呢就唔係外邊線最快喎，係裏邊第4線快嘅。泰國跑完之後呢，就仲係第4線嘅泰國選手。果然泰國呢，就啲時間唔好信佢啊，10秒35啊！我都話唔好信佢報翻嚟嘅時間啊！咁啊，啱馬來西亞羅斯選手里都快，係啊，應該都係附近10秒3幾嘅水位，但係又唔覺佢係10秒18嘅人喎，係咪真係流力流咁多呢？佢都輕鬆嘅，都輕鬆嘅。但係泰國更輕鬆喎，佢臨尾壓落去咯喎。但係你唔好忘記馬來西亞唔係話收報喎，馬來西亞我哋郭俊廷仲輕鬆過去喎。今季馬來西亞選手今季嘅個人最佳成績係10秒46啊，季度最佳成績，所以都係啊，睇下。但係泰國真係唔好忽視啊！泰國選手第1名10秒34，第2名馬來西亞選手10秒40。哇！咁啊，第3名韓國選手金東鎮10秒52。10秒62係10秒62。呢組第3就相對慢，10秒62。咁第4就再有冇機會細 Q 咧？82 10秒82都應該未必有機會入到細 Q 啦，真係，因為啱啱第2組有6幾啊嘛，有兩個相對真係好快，因為佢哋有啲選手嚟到呢個場地或者狀態方面可能真係有少少滑落啦。你譬如尼泊爾選手去報翻嚟，頭先講過10秒24嘅。佢依家係跑到10秒82喎。係啊，就算當嗰個打錯44都係慢啦，282啊。比對佢自己慢。係啊，咁啊，即係因為啱啱呢個就男子100米嘅初賽呢。